由成功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主办的时光末影黄华安个展，展览以影像创作为主，并辅以诗文、书画、看影药呈现多元的视野角度，并透过影像甲诗文展现校园的人文风景，参像是一草一木、季节变换、建筑古迹、雨水灵影等，展现出虚实之间的美感。我这个展览呢，基本上是以影像创作为主是以属于诗书画领域向成功大学致敬，呈现多元的视角，同时也以影像和诗文向我们的成大文学院呈现，希望能够呈现人文的风采，然后希望也能够透过所谓的幽微的成大的比如一草一木四季的变化我们的湖水人语，我们的建筑以及呈现我们自己成大成功大学内在的人文的精神和气象。展览开幕一天，真侪过客老师，包含张高平、吴达云、吕新昌、萧琼瑞、廖美玉、陈昌明、施炳华、林朝成等人，也拢特别前来祝贺以外，现任新代文学院院长高时梅、中文系主任黄胜松、人文社会科学中心主任蔡群礼，以及台南市外勤记者协会理事长姚振宇、中华民国书法教育协会干事主席陈建昌等人，也拢到场致意。我们文学院在我们华安老师像这样子热情的校友，他投注在我们文学院的文气的发展下呢，我觉得我们文学院能够有不同的样貌呈现在广泛的大众面前。那华安老师他可能也会未来会把他的摄影触角展现到我们他的各个角落。华安老师的六龙是哪六龙？也就是呢，它有6项的独门绝技。这6项的独门绝技呢，在我们传统的成语里头有这么一句，称赞一个人多才多艺叫做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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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样精通，这4个叫做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他不但是诗文好那么而且他在这种美感的掌握上，你看我们一出去外面都脏脏的，为什么被他一拍这么漂亮的确是小心人。我非常喜欢华安的这个自然，然后纯真，就像学中文系的一样我是历史系，虽然我们没有交错，但是在报社的一段时间，我非常喜欢他的，就像我刚才讲的单纯自然，还有对艺术的执着。这场展览另外一项特殊之处，就是7点0黄追日，其实就是艺术家黄华安的后生，伊也伫现场演奏古筝，也展现出书香世家多才多艺人文气质。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